近摆这奥运比赛，台湾拢有一段时间出现这运动的热潮。除了行政院已经宣布要成立这体育部的这个筹备小组以外，希望在2025年赶紧来成立体育部。另外，根据着这人力银行就业平台调查，国内运动产业逐个月平均有47000个工作机会。人力银行表示讲，这个数量是伫咧疫情进前的2倍，这也显示讲这运动产业是愈来愈兴。 香槟满满的民众，拿摕旗啊，拿喷彩带，激动佮欢头喜面咧欢迎咱台湾的英雄。台湾选手即摆伫巴黎奥运摕到2件高档的好成绩，嘛引起运动事业的热潮。根据人力银行的统计，台湾伫奥运了后，逐个月平均拢有47000个运动产业相关的工作机会，数量是疫情期间的2倍。在奥运结束之后，104人力银行观察，目前全站有 4.7万个跟运动产业相关的工作机会，跟疫情前相比，已经成长了2倍。加上呢之后呢，不管是东京奥运以及这一次的巴黎奥运， 都带起国人的运动热潮。人力银行业者观察，体育系学生伫毕业了后，上侪人做的工课是体育老师甲健身房教练，但是嘛有真侪学生伫毕业了后，唔知影家己要做啥物工课，为着要增加学生就业的选择，有运动休闲系教授表示，因会伫课程当中加入上新的 AI 教学，安怎经营自媒体、拍影片等等，增加学生未来找头路的选择甲竞争能力。 现在学生毕业之后，应该要多接触跟现在时事相关的东西，像现在最新在推的 AI， 我们在学校里面的课程也能够结合这一些部分，像现在有一些媒体啊，自媒体的制作，或者是说一些运动摄影的拍摄，这些都可以增加我们学生 以后就业的工作竞争力。奥运的热潮引起大家关心，要安怎让咱的运动产业会当愈来愈发展？行政院嘛宣布要成立体育部筹备小组，希望伫2025年正式将教育部体育署升格做体育部，发展台湾的体育甲运动。记者陈阿选、庄俊佑报道。